我刚刚想了想，毕竟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，所以还是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。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啊？上班的时间你送我，其他的时间都由我来送你。可是你开车，给别人开车不可以，但是给你开车可以。快回去吧。还是想抱抱。怎么了？我刚刚想了想，毕竟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，所以还是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表白。等我3个月。那我上去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我真上去了。哎呀，我这脚怎么不听话呀？我的脚好像也不听话，真的？好像被粘住了一样。那好吧，为了拯救你，我先上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中午一起吃午饭吧。幻想着白马车，你就成了王子。哦，切多，你眼神太迷惑。阿门，快救救我，正在变成飞蛾，在扑火。你的小手正在跳舞，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？哦耶！我的小鹿正在迷路，拉着你的手，幸福倒数。我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小脆弱，我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小难过。天空因为你亮着，天空没你就灰了。你是天使，带走所有的寂寞。天空因为你亮着，天空没你就灰了。你是天使，带走所有的寂寞。